还在哇啦啦吃东西。太是下锅，卡子后面是色豆包 BB。同大家来说嘅一下廿幾嘅好朋友大家要好好保護其中唔得衰嘅喲。其實啦，講到要釣魚嘅朋友，前一步嘅要帶我出去釣魚，係坐船嘅出去嗰種，唔過好我一上船咧，佢就知道釣魚路邊韓國盤到尾時，故所其實我一年魚都冇釣到，也就會釣魚嘅人咧啊，就會講呀，咬控當好，就係咬嘅情形當好，釣去到當魚啊，佢冇眼咩當鹹鮮，唔過好講到呀魚嘅料理，客家人從我從細我就冇當接受到我爸爸媽媽做魚嘅料理本我食，因為啊，其實客家人單都帶到山河客接觸到山嘅部分，海產嘅東西其實就較冇按接受到。講到愛處理啊魚嘅呀，聽起來咩係種運動複雜，比如講像嘅魚鱗啊，愛攞佢刮剔啦，都市嘅內臟啊，愛攞佢拿出來，其實我咩唔曉處理啊。故所其實我愛做呀魚嘅料理嘅時間，我當家要去買嗰種切好嘅動態嘅鮮魚啊、鰭啊、三文魚也都來做料理。基本嘢咩樣樣哦？基本嘢我用呀三文魚來做料理。韓國因為其實呀三文魚是主動叫，故所係用微波爐來做料理哦。用它來做藥品，三文魚泡菜煮味噌。愛做嘅藥品料理啊，其實佢嘅靈感係對日本料理來嘅哦。佢按到沙素鍋，係北海道嘅一片當鄉村當本土當傳統嘅料理。佢本單啊就係用呀味噌湯來做湯底，呢度會加一系列材料，比如講像係蔥頭啊、菇味啊、豆腐，還有三文魚，故所也係海產同山產兩種腔下來做結合按樣嘅料理哦。故所像阿權妹嗌嘅。每日一撒食飯天天，我就唔會做凍豆湯，我就做得做一隻單人呢，細細嘅按樣嘅像火鍋嘅東西，我就做得是小碌碌嘅湯。故所一下就做得開始來處理食材咯。先先按做得來撈呀蔥頭，撈佢切絲。好，因為我用微波嘅，像按樣嘅料理呀，蔥頭同呀味噌和味道非常嘅調達，阿佢們愛當中意思咯。好，撈佢切啦，撈你愛嘅量搭落去，好。因為呀蔥頭會較夾熟，故所愛得到較中心到位嘅蔬菜，中心係輕夾熟嘅蔬菜。好，接下來味噌除咗同呀蔥頭嘅味絲當調搭以外，同泡菜嘅味絲咪當調搭啵。佢們以上人食法聽錯愛多調嘅青菜，像用按樣嘅泡菜呀泡菜啦，其實啲寒天嘅時節會太出，啲台灣嘅泡菜會當多。故所啲寒天嘅時節，我聽說會用清對時嘅青菜，比如講像呀泡菜，嘅泡菜一買上來啊，也係下細粒嘅，有啲泡菜會當太粒、太麻粒，身體叫我用嘅時，呀時間就做得撈呀籽，撈佢包蛋。包起來，因為呀菜葉嘅啊係講有水分，佢就當會綿嘅。包起來以後，你就做得變到呀，用太嘅地度，撈佢推起來，保存起來。按用包好啊，你變到冰箱就做得差唔多，做得加冰1到2禮拜，有按叫嘅時間哦。好。今每日也下研究老人愛嘅泡菜嘅量，攞佢切太啲，因為泡菜吼，其實佢煮熟以後，佢會熟到同時，故所你做得切下太啲，就會按你食起來會行較有口感。好，老愛嘅量變落去，差唔多按呢。接
接下來殺蔬果啊，除咗也有蔥頭、有拍菜以外，還有其他嘅配料，比如講像係豆腐啊、菇味啊，係講也唔還有其他嘅材料，像係包粟筍也都咩做得來變落去。好，像呀菇味，無共用嘅，有泡色嘅，有烏色嘅，韓國呀豆腐，規條俾撈佢變落去。接下來就係鴉片料理嘅重點，就係三文魚。三文魚啊，其實有個骨頭，像東昂也濕絲，就像鴉片有骨頭天天。故說其實你切嘅時間啦，是愛散開一條骨頭，就做得來撈佢切太太的。像咁樣，小口嘅撈佢散開，切一下，好，也撈佢切開來。唔過啲食嘅時間啦，可能還會有一些些嘅骨頭，故所食嘅時間，聽眾愛當注意哦。一下就做得撈三文魚，撈佢變落去，像安尼。好，好誒，以後啊，你就做得來撈糖加落去，因為其實有段時間你還唔是加味噌落去，等下這個撈味噌用體加過去就做得咧。你做得來準備一啲啲嘅高湯，其實都也下攞杯，當家做得買到也高湯嘅罐頭，也係冇高湯包，其實也係一個當方便嘅食材。係講你一開始去加食唔體嘅話，而咩做得撈一部分變到冷凍庫，變到嘅做餅角嘅下邊地度，其實咩做得保存嚟到當久。阿喬妹叫你一三年食天天，古上嘅湯唔會凍到，就一絲絲嚟就好，一絲絲嚟湯底，再過嚟加水，好嚟加落去，好也係少水，好也少水加好以後，人哋湯就做好了。也好嘅以後啊，人做得來試一下人嘅高湯嘅味是，有可能人嘅高湯係有鹹嘅，唔過可能人高湯冇按鹹，韓國人家下有加水，故所做得再個加一些嘅鹽，放落去。好，按樣就做得送到微波爐底度去微波3分鐘。韓國愛記得咯，微波聽說愛3分鐘，3分鐘，3分鐘，半次來微波，也一共愛微波6分鐘哦。好，甜等，用高溫3分鐘。其實啦，鴉片料理咪做得有另外一種無可用嘅食法咯。像我基本也會食黑少糖嘅，韓國就可能會黑鹹一些些咧。係講你想愛食糖，就做得加黑多啲嘅水，安尼就像火鍋用嘅有冇？就像一個經營火鍋，因為像呀哈去那邊食火鍋，有陣時愛當多錢，韓國係食到飽嘅，個阿全部人就洗掉嘅，邊個按超，古種嘅聽到食唔停啦，我就冇想愛。反而按多錢，像按呢，起價13年，當簡單，用微波爐叮一下，你就做得食到好食又營養。韓國最重要嘅鴉片料理，因為完全冇澱粉，故所唔會皮。韓國更多也營養嘅部分啊，三文魚除咗有當好嘅營養以外啊，像阿權妹有高敏嘅體質，所以啊三文魚對啊高敏嘅體質係有幫助嘅喲。除咗也還有呀維生素 B 啊、維生素 D 啊，也都係本人嘅暗藏做得非常嘅營養又好食。除咗好，有等下啲嘅微波嘅呀三文魚以外，阿權妹行我來教大家做一類小菜，也就係去便利商店就做得買嘢到嘅野生菜沙拉，就做得拿來做呀，像係日本式嘅素件哦，真件當像日本料理呵。當然啦，來教大家。老人愛用嘅東西，清淡個嘅用也就對角，好，愛清淡個嘅用也，韓國撒下來，中東昂嘅用落去，韓國清淡個咩做嚟用一些咧，高麗菜、玻璃菜絲，韓國帶下，攞佢包好來，咁樣包包啊，好嘅以後就做得咁樣。也就對角，呢個片槍雜正方形咁樣，攞佢包過去，熟，咁樣，廿個薯件就完成了。韓國大校做得攞佢小口嘅，安尼。
冰好。好，按样，我嘅时间就做好了，也就係我等下嘅小菜，然後佢冰下來。呀，這時間呢，其實係呢5到米波爐底都未好了，家家去攞佢拿出來。哦，小碌碌嘅。韓國啊，其實當人會想到講，按樣米波東西，真係會熟冇，真係會熟，也係唔會熟啊。其實阿權妹有一個方法做得教大家，當好就做得看出也3分熟，也係冇熟。你就是愛腦也快嘅，有冇？攞佢掰開來，有冇？一掰下去，其實係當好掰嘅。要就表示講，其實也3分已經熟嘅，你就做得豐盛嘅事。好，接下來還有一開始有講到也係煮嘛，該煲嘛該煮啊，係煲米索，古時也米索啊，做得用一些咧小水倒下去，韓國本佢用睇，讓佢用一下。係講而家難食嘅話，其實直接倒落入鍋底度用咩去做得咧？安尼本佢用啊。好，用頭過後就做得倒轉去，呀，安尼同底度。好，再個攞佢攪攪啊。等下攞佢裝盤，貴嘅料理就做得了1-3人嘅好食嘅5泡菜煮米索。哇，好嘞好嘞！我聽錯我來翕相，剛剛我朋友啊，佢哋就見傳相片俾我看，看佢哋啊出去釣魚嘅時節啦，還做得有乜嘅是配魚啊，韓國還是沙西米啊，佢有乜嘅了不起？我根本一次間還沒煮出有魚嘅鵪鶉來食，韓國啊，我一下得唔得到我來食我嘅鵪鶉了？哇，小碌碌嘅動物呢？好食，韓國人嘅小菜來煲一下。